好多睇過火災現場嘅朋友，事後可能都會有一種好奇怪，亦都好難講出口嘅感覺，就係明明件事情已經過去咗啦，但係嗰個畫面嗰種嘅感覺咧，好似成日都仲係卡住喺身體裏邊咁樣。你個腦袋、你個理智話俾你聽冇事噶啦，都結束咗噶啦，但係你個身體又好似一路都有自己嘅記憶，好似係一個不受控嘅警報器一樣，時不時咧就會自己諗起嚟。而且咧，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呢一種嘅反應，唔一定係你親身經歷過火災喎。作為一個旁觀者，睇到嗰個嘅畫面，你嘅身體咧可能就已經啟動咗同樣嘅創傷反應。所以如果你有呢一種感覺，請你一定要知道，你唔係一個人。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呢一啲嘅觸發點，有時真係超乎你想象當中好細嘅咋。可能只係唔小心行過嗰條街，或者喺屋企裏邊咧聞到一陣陣嗰啲嘅燒焦咗嘅味，甚至係咧樓下突然有一個好大嘅聲響，呢啲睇起嚟咧好似都冇乜大不了，但可能會係一瞬間咧就將你嘅身體咧拉翻去嗰一個咧好高度緊張嘅狀態，嗰種感覺其實非常之真實，就好似咧危險咧就喺你附近，唔止身體有反應，個腦亦都係好忙嘅。可能咧，你會開始不受控咁樣喺腦裏邊咧一片又一片咁演練。如果真係有火災嘅話咧，我可以點樣做咧？點樣逃生咧？嗱，呢一啲嘅念頭咧就係咁樣卡住咗，停唔到落嚟。呢個咧其實係大腦喺度試圖為下一次嘅危險做準備。當我哋發現自己身體有呢啲不受控嘅反應嘅時候咧，我係唔係好敏感啊？我係唔係好軟弱啊？關於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可以話俾你聽。完全唔係。我哋換個角度嚟講啊，呢一啲令你覺得唔舒服嘅反應，其實並唔係你嘅弱點，正好相反，佢係你嘅身體一套非常之強大，只係有一啲啲被誤導咗嘅保護機制正在運作。當你嘅身體咧一直發出不安全嘅警報嘅時候咧，你個大腦為咗要解釋呢一個警報，當然就會去資料庫嗰度去揾一啲相應嘅可怕嘅畫面嚟到配對咯。請你一定要理解，呢一個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正常嘅連結反應。